農村廣播站日日笑開顏，講得頻能講錯頻道，呢度係平凡人嘅生活味道。社會發展真係快，唔知係好定係壞。大棚亂咗四季菜，污染破壞無公害。實體經營被掩蓋，網購引進新時代。離婚好比接力賽，後生唔想談戀愛。一愁車，二愁房，三愁夫妻過唔坐。又憂柴又憂米，又怕仔女唔聽使。日又憂，夜又愁，年紀輕輕就白晒頭。如果時光能倒流，好想翻到細時候。嗰陣耕田都用牛，點燈都用油。對，冇車貸冇房貸，夫妻好少把交嗌。有道理。仔女個個都咁乖，自己翻學唔使帶。為睇電影少林寺，睇完先敢去屙屎。睇個電影霍元甲，有餸都唔識去夾。邵氏童年一大片，都喺田裏氹氹轉。煨番薯、捉老鼠，晚飯都係自己煮啊！碌鐵環、打波珠，個個面上笑嘻嘻。一幕幕在眼前，再也回不到童年。唉，時代在發展，但係人情就冇以前咁溫暖咯。係咁噶啦，鬼叫你冇錢啊！呢次農村廣播播放完畢，下一期再同你交噏。係咁，唔講啊嘛，我都有成2000幾蚊個月嘅。